你过去了吗？现在时间我看一下几点钟啊？搞忘了，几点？7:40应该有吧？7:42。现在正在搭那个音响那些电源、灯泡那些射灯。这边还有很多卖灯的、卖装饰的那些气球啊。然后夏天的话，这边还有卖冰糕、冰淇淋的。去年的夏天，这边非常热，40多度，晚上地表温度很热的。然后那边旁边小卖部就把那个东西搬到这边来买。你看一下这个地方，这个店是新开的，发艺烧仙草。我以为是苏玉烧仙草的，因为苏玉烧仙草是成都有7、8千家店左右。这是阿玛拉的西饶的那个演艺中心，是老板嘛？好多人，这边是台阶嘛，就是一人座位，就像有那个电影院那种剧场那种感觉。这个是科长，机械科长，他是随时去藏区采风那种，全职的那种。这边没有什么噪音扰民的那种，很少，因为这边本来就吵，还有这边住户很少。对面是海关，中国海关、成都海关这栋楼。然后对面那个也是商业的，中信银行也是。这个位置，这个是罗马那边也是，罗马广场这边也是商业的。这个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也去医院查了，要做手术费，医生说了，手术费要差1万，要1万。我希望大家给我抽一个0钱，大家在时间来钱给老家发点钱。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家庭幸福，全家平安。
声音有点大。在外面试啊，你再塞一段嘛啊，塞了过后慢慢塞。如果其他人看到里面有人，都要进来的哈。啦。
摄像的都跑去跳了。他就是我的网友，他住天府2街里边，他从来没想过会跳舞，并且像他印象中就是那个老年的那种广场舞。然后看我那个联系了，他过来一下就找了我了，现在跳上瘾了现在。有新来的，昨天刚刚进来的，但是还没有加入。像雍吉和雍真他们都还没来，白货那个都没来，应该要晚一点。
这种动作女的不会做那种。他这种合壮舞有些部分是取自那种在农村耕作的那种动作。这谈朋友嘛。
是哟。王鑫都跑这边来了，跑中间来了。正常的衣服，就没看见，看看。这个手拉手，现在这个最好，最喜欢的那种。
汗流浃背的。
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说早8了呢。嗯。好，是他们说有个人来了没看到。
老夫有听到水的声。这个锅也喜欢啊。让他出，自己把这都光走。
走完了。强悍了，同时追10到20个，每个人的脸手都老老实实的。拍的俺完美呀！今天晚上比较混乱，太多人了。手机都全部进来了，没人维持秩序。太往清算了。
要减回，像我们170，跳一位可以减了7斤。像扎西他们这么瘦的，所以他长不大。这个是新来的，也不是新来的，叫加入的那个。这有点像我同学。看见土地有用。哦，因为刚刚他没跳。个 translator 说嘛，哈哈 ，nice。Google Translator is okay. I like this. I like to use this. 有个牛郎爷呀，给了个么，不懂得做个呀，一个有呀了，一点了聪明呀，不认的，没有那样子呀，咱不在呀。
好热，你看，拉近一点啊！你看拥挤好热，全身是汗哈。遮住了，遮住了。
盼做这呀喽，我知草里多少年，三兄在遇见了大嫂嫂，情不结金钗，四季出来莫这呀喽，我记住了多少年了，我懂得人生的所。我这长度主人真是。好热哟！今天是什么意思啊？前你们哦有水哈。我在找秋季那儿应用，搞忘了他们一直说要应用。就是好多个我都没找到，我有几十个叫秋季。哎呀，秋季。好的。好。今天下午我来，你不知道你在呢？不在吗？妈妈在家呀。我喊我们来。去那个永吉的嘛。来嘛，麻烦。好了，咱们一起，咱们一起嘛。看灯光就看光线啊！来，10月10点这儿嘛，1月10点其他服装队的。我们这哪该找？都在照噻，你出去看丢走噻。你拉过去照，拉过去照。我来。看镜头嘛。顶。你在这拍照。你退一点噻。二哥。好了不？哎，别对了。我找秋季，哎，要么我找西问一下他有没有应用。哪儿去了？要得不？我也看一看，家长会说。对，有那个就不能放吗？可以把你的。那个是我开会用过的东西，把它杀了吗？没事。哎，赵鑫，你们那个歌单有没有？歌单是那，就是放，因为他们不是按照顺序放那个嘛？没有。什么？就是按照顺序放那个，他不是手机上放的那个嘛？放那些歌曲有没有那个歌单？刚刚那个歌曲啊？啊，就是按的放每一首歌呢，有没有？他们也有网上他们这种下载，不用下载吧？老总都知道。你看，老总歌。老山歌。
乐山歌。秋季不是手机在放吗？飞包是谁的飞包？我问一下呢，每天都看你的视频。我记得你那个手机上放音乐那些，准备歌单里面能分享一下。抽几个动作可以介绍一下。什么？你要什么歌？就是你不是按顺序放的那个吗？刚刚那个结束的时候放的那个吗？不，就是你不是每一首应该都放的吗？我现在放的吗？刚刚结束的时候放的那个吗？是不是？你是按顺序放的嘛？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微信上面，其他的。要么我加一个嘛。要扫你嘛？哎。小李，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？对。啊。它是有很多那个连在一起啊。对。我们男的几个在这我们男的几个在你们我就拍照去了。我们这个美亮一点。我们蹲下来，蹲下来，蹲下来，我们拍照，我们拍照嘛。来，我们站在后面。来，过来有这个。哦，你们对。快点，安装了。你怎么做嘛？这个小叶，少见茄子，乱个茄子。来，1、2、3，茄子，茄子，下一个，扎西德勒，好，谢谢。谢谢了啊，谢谢，大家开心就好。好。走，晚上3了，我有什么事了？出来嘛。哎呀，看到这些高头再一觉瞌睡就冷了。啊，谢谢。他们是。走哪去啊？车在哪里？车在那里。那这个包是谁的？这个小包是哪个的？你要去干嘛？邮寄的吧？你要去干嘛？这个的。不是我邮寄。我们3个给你，等一下你。哇，这给我说吗？我也说是拿票接的，还是一个小伙子这种。收拾。我先走了。开始是扎西。我先走了。来。他的敌人后就雍真，雍真过了就你们可以关注他的。回家吗？啊，回去吃饭吗？哈哈。秋季收东西去了。罗马那边还有，等一下我再过去看一下。我车停在那边的，他们负责收东西的。哎，收摊子喽！你真不是真摊子啊！你这个年龄人这样子，我简直给你赞。这7、8岁吧？没80， 70多岁。辛苦了，老师，台没有，拜拜。再见嘞。妈妈，家人们，大家晚上好。
那可以了，老乡在忙着嘛，打扰人家了。